来欢迎我们著名的香港歌手关智斌。欢迎帅哥，欢迎 Kelly。中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帅不帅？很有气氛的你们，是很有气氛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有气氛的，谢谢你们。好，可以大一点欢呼声吗？多了一点。来边大声一点，我就过去。把舞台交给 Kelly。好，我现在献送我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就是《梦部落派对》。Hello， 姐妹朋友們，美女如夜愁艷夢，你沒眼花，發着無人如自拍，你小驚訝，彼得潘愛上了潘多拉上塵嗎？怪但可抵抗，活着太寡，多麼寡，做夢也意想不到，才害怕。你即管要魔法，相信就可能，哪怕叫你嚇親，派對裏索吻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打救活死人，如屍身兩輕心，派對裏解禁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我想聽你哋聲喎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Hello 呢邊呢？小丸子約會個是賴去吧，卡通化正是我杯茶，十字架沉重嗎？合到更灑脫吧，現實太沉悶嗎？神有黑魔法，偉大法師幫一把，幻象也至少足夠娛樂化。怒海花給轟炸，相信就可能，哪怕叫你嚇親，派對裏索吻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打救活死人，如屍身兩輕心，派對裏解禁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滿碎花裙，最終一群，坐低已經滿親，怪誕派對要發生，坐低 and make some noise， 打救活死人，燃燒他當前身，信仰嘅拉近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先生小姐請變身，今晚的嘉賓，小丑蝙蝠若關智斌，怪物大駕光臨 Come and make some noise， 謝謝你們啊！你們不是中山的朋友們嗎？中山我是可以講廣東話嗎？可以啊！咁啊，哎呀，早講啊嘛！你知道我的普通話有多普通了嗎？謝謝其實呢，我真的很喜歡在中山這一邊，因為我記得我的巡演的第一站就是在中山這一邊，就係我巡演嘅第一站，就係去咗中山嗰度。咁所以咧，我對中山好有呢個情意結嘅喺度。咁同埋咧，我嘅兩老咧，即係我嘅父母親咧，佢哋好中意去中山。我哋成日咧都叫我嚟玩嘅，咁所以今次咧就可以同佢哋一齊嚟，咁啊好開心啦喺度。咩話？地心心啊！好啦，哎呀，好得意啊，小朋友。因為我成日覺得中山呢度咧係地傑人靈啊，係嘛？人靈地傑，我有冇調轉咗度啊？人傑地靈係啦，人傑地靈。咁咧，大家啲 hello， 係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希望我遲啲咧就可以再多啲嚟中山同大家去表演啦、唱歌啦咁樣樣。咁我而家咧就會送我隻最新嘅單曲，喺我之前演唱會嘅時候咧第一次唱。咁我希望你哋會中意呢隻歌咧，都好快會派台。
希望喺我嚟緊，如果可以嚟中山巡演嘅時候，都會唱俾大家。送俾你哋，你哋就係我嘅小仙子，個英文名就係 My Little Tinkerbell， 送俾你哋。中山嘅朋友，多謝你哋。来，我们掌声给 Kenny。Hello， 谢谢，欢迎 Kenny 来到我们的中山啊！刚刚呢，你有說啊，這個中山是你經常來的地方。對，是不是？然後爸爸媽媽都好中意呢度。係因為我爸爸媽媽好中意嚟中山，好中意食嘢，好中意食嘢啦，好中意嚟呢度玩啊！佢哋成日都叫我上嚟陪佢哋飲茶。哦，咁咧係。以後呢？呢個地方就多咗一個佢都可以喺呢度行街嘅地方啦，海下繽紛天地。係啊，佢今日都嚟過啦，我知道，我已經嚟過啦。佢哋嚟過啦，已經係佢哋唔知我嚟呢度嘅，唔係佢哋開頭都唔知我嚟呢度嘅。咁跟住係佢哋見到一個 poster， 見到嗰啲熒光幕，咁佢哋咦你嚟咗中山咩啊仔？我哋都喺度啊。哦，佢哋都唔知你今日嚟中山。係啦。哦，咁你頭先都有喺我哋商場入邊行。係。有乜嘢唔一樣嘅感覺？好大啊！我覺得佢60萬平方。哦，有咁大，唔怪得知啦。真係可以當做埋運動咁啊！真係，係咪可以當做埋運動？即係如果你喺度行一圈都消耗幾多卡路里？大家都知 Kenny 好中意運動嘅。係。我冇諗到你即係咁瘦，但係 Marshall 好勁。係 OK 嘅 ，OK， 係冇錯，因為又要即係準備即係之前準備演唱會啊嘛喺度，係啦，咁樣啊。好，喂，咁仲有幾日就係2026年啦，新嘅一年，有冇咩説話同埋祝福俾我哋現場嘅朋友？係啊，咁我呢度咧即係都就嚟又嚟新嘅一年啦。我祝願咧就大家咧喺未來嘅一年最緊要身體健安，身體健康，呢個最重要。身體健康，要健康安安，還有開開心心。身體健康，平平安安，開開心心。對，這個就是最簡單這一個，但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心願。那對於你自己來說，2026年有沒有一些什麼新的這個方向啊，或者說有沒有一些什麼驚喜要給大家？有什麼計劃？你們覺得呢？演唱會。去哪？中山嘛。中山也都挺不錯。中山肯定有的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中山我真的很喜歡，因為希望如果真的巡演的話，我可以再來中山。再來這裡有一站，對不對？然後剛剛我知道有很多粉絲還不是我們中山的，是哪裡來的？哦，江門，他們也是江門，也是在杭州。我剛才聽他們說，還有杭州，對，還有說是在上海，說是在北京、成都，是不是啊？廣東啊，廣州，深圳，啊？還有一些是從加拿大的，剛才我聽過，真是啊，真的，哦，是雙皮奶啊，哦，雙皮奶，我們健身不吃雙皮奶的。啊，對，體脂率太高了，是不是那個東西？其實也吃啊，真的太好吃，就是吃完了之後再加油。對，就過來去逛逛商場，是的，去購物一下就可以。對，保持好一個狀態就可以了。那好，今天呢，既然有我們來自於全國各地的粉絲們，那不妨呢，我們就請 Kenny 跟大家一起來拍一張合影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來，轉身跟大家合影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大家可以把你們手機的這個，哎，對了，手電筒打開。誰要土豪窮啊？誰要補妝啊？要不要補妝？然後抓緊時間，然後大家可以把手機打開一下。因為我會發在我的社交平台上。哦，好的。對啊，我不會 P 圖的，P 圖啊。沒有，大家都很不太會修圖啦，所以趕緊補妝啊！對，可以了嗎？來，做好準備啊！大家這個手機的手電筒，你趕快抓緊時間。